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。今日教大家整呢個日式溫泉蛋。首先準備啲材料，選擇新鮮嘅雞蛋，最好選擇有機新鮮嘅雞蛋，以確保口感同埋風味。喺鍋中加入足夠嘅水，量要足夠淹沒雞蛋，將水加至接近沸騰約90度至70度之間。可以用溫度計來檢測，或者觀察水面開始有小氣泡時放入雞蛋，將雞蛋放入熱水入邊。有用一個匙子嚟幫助防止雞蛋撞擊鍋底。關掉啲火，蓋上鍋蓋，喺雞蛋喺熱水中靜置15到20分鐘，時間越長，蛋黃嘅熟度就越高。通常15分鐘為半熟蛋，蛋白會有啲流動性，蛋黃就嫩滑。20分鐘為熟蛋，時間到後將雞蛋送出水速，放入冷水中冷卻幾分鐘，這樣可以停止烹飪過程。小心咁樣將雞蛋殼殺咗，避免破壞蛋白嘅完整性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。